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關於世界末日嘅最新預測呢，有人講到係2026年嘅11月13號人口過剩理論，亦都有人講過話呢，地球呢將會喺2026年8月12日因為失去引力7秒而導致千萬人死亡噃。哇！隨住世界末日嘅消息一個接一個不斷咁樣出嚟，喺你一生當中你會聽過好多次㗎。不過我哋要知道，但凡有人講過我知道係邊一日，都一定係錯㗎。我哋唔好相信呢一啲嘅預測，更加唔好去推估思考呢一個日期，因為呢，今日嘅經文耶穌講得好清楚，佢好強調咁樣講，佢再一次返嚟，即係世界末日係邊一日邊一個時間。36節係冇人知道㗎，連天上嘅使者，連子自己耶穌基督佢自己都唔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主耶穌企喺人子嘅地位上，都寧願有所不知。我哋更加唔應該推測估算呢一個日子，免得落入魔鬼嘅迷惑。咁樣，既然世界末日唔知道幾時嚟，我哋都唔應該猜測，係咪代表我哋就可以唔當一回事，唔使準備啲乜嘢呢？No， 耶穌講過，雖然你哋唔知道係邊一日，雖然係一個你哋諗都諗唔到嘅日子，但係你哋必須要警醒同埋預備，因為喺你諗唔到嘅時候，係一個好正常嘅時候，你去返工返學，你去食飯，你出席人哋嘅飲宴，係一個意想唔到嘅時候，主耶穌就會返嚟啦。所以呢，我哋要常作準備，警醒咁樣去預備見主嘅面。不過呢，你唔警醒唔預備都唔得㗎，因為現今呢一個世代呢，末日有好多徵兆都已經應驗咗喺呢一段經文上面啦。24章4到12節嗰度有咁樣講過，有啲咩徵兆呢？首先係會有好多人呢係冒基督嘅名，佢話我係基督，而且呢要迷惑許多嘅人。仲有戰爭同埋戰爭嘅風聲啦，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啦。唔單止係一個國家要打另一個國家，你睇下，就算係同一個國家裏邊嘅政黨，百姓都嘈嚟嘈去，掟雞蛋、暴力相待等等，到處都有饑荒、地震啦。信徒會受到逼迫、背道、假先知、假基督不斷出現，因為不法嘅事情增多，有好多人嘅愛心漸漸冷淡咗。福音傳遍天下，向萬民作見證。而家嘅網絡 AI 咁發達，有好多落後嘅地區都已經可以聽得到福音啦。福音要傳遍萬民，並唔係啲咩難事。然後末期即係個結局先至會嚟到。弟兄姊妹，其實我哋已經嚟到世界末日啦。世界末日其實係一個時期，係一個 period， 係一個階段，唔係一日之內發生㗎。我哋已經嚟到末世呢一個時期啦。弟兄姊妹，耶穌係會一定返嚟嘅，你唔使擔心係邊一日，因為主耶穌一定會返嚟。你應該擔心嘅係，我生喺呢一個末世嘅時期，我準備好未呢？我有冇一個警醒準備嘅心呢？準備啲咩？跟住落嚟馬太福音就講到耶穌返嚟之後，即刻就會有審判。審判就係我哋交賬嘅時候。跟住呢，馬太福音就繼續講啦。邊一個係忠心有見識嘅僕人，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裏的人，按時分糧給他們呢？主人來到，看見他這樣行，那僕人就有福了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呢一度講嘅忠心有見識嘅僕人，跟住25章就進一步解釋咗啦。我哋用新譯本去睇一睇。天國又像一個人，呢一度講到呢係一個大富翁嚇，要出外遠行，就叫自己的僕人來，把產業交給他們。他按照各人的才幹，一個給3萬個銀幣，一個給12000個銀幣，一個給6000個銀幣，然後就遠行去了。呢一度嘅翻譯3萬、12000、6000，到底係有幾多呢？如果你睇唔同嘅版本呢，係有唔同嘅翻譯㗎。和合本話係5000、2000同1000，但係原文呢係用他連特㗎。所以呢，新譯本就補充咗啦。原文係作5個、2個、1個他連特，而1個他連特
就相當於6000個銀幣。他連特呢係希伯來文嚟㗎，係一個計算重量嘅單位。如果你有睇過出埃及記37章24節、38章25節，你就可以揾到計算嘅方式。簡單嚟講呢，一個他連特就係等於新譯本嘅6000個銀幣，亦即係等於36kg 嘅銀幣。按照當時候收入比較高一啲嘅人嚟講呢，一個他連特嘅銀幣就即係等於16年嘅工資啊。而中間嗰個呢係一次過俾咗38年嘅工資俾佢，而最多嗰個呢就係俾咗82年嘅工資啊。呢一個呢係一個好龐大嘅數字嚟嘅，即係話呢一個大富翁佢好豪爽，一下子就俾咗一個天文數字出嚟俾佢啲僕人。好啦，佢就去啦，唔知去咗幾耐，但係返嚟嘅時候就係算賬嘅時候啦。下面繼續講，那領了3萬個銀幣的帶着另外的3萬前來，說：主啊，你交了3萬給我，你看我又賺了3萬。咁跟住呢，那領了12000的也前來，說：主啊，你交了12000給我，你看我又賺了12000。哇！呢3個僕人頭2個呢，2個都係賺 double 返嚟嘅。主呢就對呢2個僕人有一模一樣嘅評語。我哋睇睇21節同23節，簡直就係 copy and paste。主人對他說：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啊，你作得好。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，我要派你管理許多的事，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吧。你睇下呢一個主人唔係稱讚佢哋係商業奇才，話好識做生意，好有做生意嘅頭腦、能力、人脈，呢啲反而唔重要啊。重要嘅係稱讚佢哋嘅人品，佢哋嘅人品好唔好？主人稱讚佢哋嘅人品係又良善又忠心啊。良善嘅意思即係你哋個心好啊，忠心即係你哋有持守，你哋做得好。你哋既然喺唔多嘅事情上忠心，哇，咁都叫做唔多嘅事啊！如果你賺咗82年、38年嘅工資返嚟，你阿爸阿媽都打鑼打鼓啦，係咪？呢一個豈唔係好大嘅事情咩？你睇下呢一個主人，佢竟然形容賺咗82年、38年工資嘅僕人，你哋所做嘅事係唔多嘅事。咁樣係因為對呢個主人嚟講，呢一啲錢只不過係小兒科，對佢嚟講只不過係小數目嚟嘅咋，只不過係一個零頭嚟嘅咋。你既然喺咁唔多嘅事情上面忠心，咁所以你已經得到咗我嘅信任，我要派你管理許多嘅事，進來吧，享受你主人嘅快樂啦。跟住我哋睇一睇第3個僕人，我哋仔細去睇一睇呢一個主人，佢都仲未講任何嘅嘢。呢一個僕人呢，就惡人先告狀啊！佢即刻呢走去詆毀呢一個主人。主啊，我知道嘅，你係一個嚴厲嘅人，你係一個苛刻嘅老闆。我知道你係一個冇良心嘅僱主。你冇撒種嘅地方，你要收割；冇散播嘅地方，你要收聚。佢嘅意思即係話，你根本都冇俾過我錢，你就要我俾你一啲好處，俾你一啲我嘅利潤。哇！佢好似失憶咁樣啊！佢當初好歹都攞咗6000個銀幣啊！你個主人明明俾咗你16年嘅工資啊，你居然唔記得咗你主人對你嘅大方。跟住佢點樣講呢？所以我就害怕起來，意思即係話你咁惡，所以我咪驚咯。都係你衰啦，係你嚇到我驚㗎，係你害我驚㗎。所以我就去把你的錢藏在地裏，你看你的錢還在這裏。咁又係啊！佢又唔係拎啲錢去花天酒地，佢又冇敗晒所有嘅錢。嗱，你睇下，一個都冇少㗎，冇拖冇欠。好啦，弟兄姊妹，你問下做財務嘅人啦，呢個僕人係咪真係冇欠主人呢？梗係唔係啦！呢個世界係有通貨膨脹呢一樣嘢㗎。下面繼續
可是主人對他說：你這個又可惡又懶惰的僕人，你呢一個人啊，你真係可惡啊！同樣唔係話佢咧做生意嘅頭腦或者才能啊，同樣係講到呢個人嘅人品嗰一顆心。可惡嘅意思即係話你好邪惡啊，你心術不正，你誤解上帝，你用你自己嘅角度去評論上帝。懶惰嘅意思呢，係你驚人，你驚失敗，你驚成效唔大，所以你根本冇去嘗試，你冇去開始，你冇去運用我俾你嘅。你既然知道啊，呢個主人都唔想浪費時間同佢辯論啦，都唔想浪費時間去自辯自己係嗰個冇撒種要收割、冇散播要收罪嘅人，佢都懶得講啊，佢就用嗰個僕人嘅邏輯去同佢講，直接去回佢。好，我就按你咁講，你既然知道我要喺冇撒種嘅地方收割，喺冇散播嘅地方收罪，你既然知道我係一個嚴厲嘅老闆，咁你就應該將我嘅錢存入銀行，到我返嚟嘅時候可以連本帶利咁樣收返嚟啊！嗱，你睇下呢一個主人呢，其實佢要求唔高㗎，錢係會通貨膨脹嘅，埋喺地裏邊，幾年後、10幾年後係會貶值㗎，放入銀行係基本常識啩。但係你根本連絲毫嘅努力你都冇盡過，你冇動下你任何嘅腦筋。即係話，雖然揾咗你做僕人，但係其實你不務正業嘅，嗰啲錢放埋喺一邊唔理嘅，遊手好閒，丟閒咗咁多年。如果嗰個主人走咗20年嘅話，呢個僕人就係遊手好閒咗20年，然之後一開口就惡人先告狀。嗱，我遊手好閒都係你嘅錯啊，因為你係一個唔好嘅主人。而家我哋冇拖冇欠，哇！咁而家點樣呢？28節。主人就講啦：你們把他的6000銀幣拿去，交給那個有6萬的。即係話，本來有3萬又賺咗3萬嗰一個人啊，交俾佢。因為凡是有的，還要給他，他就充足有餘；凡是沒有的，就算他有什麼，也要拿去，把這沒有用的僕人丟在外面的黑暗裏，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。呢個故事好簡單，耶穌就話啦，終有一日佢會返嚟㗎，所以我哋要警醒，要準備，因為佢一返嚟就會立刻開始審判啦。去到審判嘅時候，有人快樂，有人愁。關於審判有幾個好重要嘅 point 㗎。首先，第一個 point 係人人，無論你係信耶穌嘅，唔信耶穌嘅，你都要接受審判。希伯來書9章27節講：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今日無論任何人，無論你係信咗耶穌定還是未信耶穌嘅，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審判。彼得前書4章5節講：他們特別係指到嗰啲教外嘅人，冇信耶穌嘅人，要向那位預備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賬。原來唔信耶穌嘅人係要交俾主耶穌算賬㗎。咁樣基督徒，你唔好以為，我一定可以上到天堂啦，我已經都拎到咗天堂嘅入場券啦，咁就得啦，我唔使驚啦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請你小心，唔係拎到天堂嘅入場券就夠㗎，唔係㗎，基督徒都要接受審判嘅，而且係要先審咗我哋。彼得前書4章17節嗰度講：因為時候到了，審判要從神的家起手。原來審判係要先審咗神嘅家，係要先審咗教會，先審咗基督徒。然後呢，若是先從我們起手，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？第二點，未得救嘅人，佢哋肯定係要接受審判嘅。佢哋面對嘅審判係白色嘅大寶座審判。聖經當中有提到4個審判台，我哋跳步先講呢一個白色大寶座嘅審判。呢個係聖經當中最後嘅一個審判台。所有歷世歷代冇信耶穌、冇聽過福音嘅人，包括因為身體殘疾啦、聾嘅、病嘅、啞嘅、
仲未嚟得及聽福音就夭折咗嘅嬰兒啦、胎兒啦，即係話嗰啲所有未得救嘅人都要嚟到呢一個白色嘅大寶座面前，按住佢哋生前嘅良知行為嚟到去受審。啟示錄20章11到15節講到：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，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無可見之處了。我又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寶座前，案卷展開，並且另有一卷展開，就是生命冊。死了的人都憑着這些案卷所記載的，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。至於嗰啲有機會聽過福音，但係卻用意志力抵擋拒絕信耶穌嘅人，凡係佢哋嘅名字唔喺生命冊上嘅，都要被扔喺火湖裏邊。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，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裏。第三點，基督徒都要面對審判嘅。基督徒要面對嘅審判叫做基督的審判台。弟兄姊妹，雖然你可以上天堂，但係你都一定要接受審判嘅。只不過你受審判嘅地方叫做基督嘅審判台。基督嘅審判台嘅對象就係我哋基督徒，目的唔係要決定我哋得救與否，而係要論功行賞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會上庭嘅。當基督叫你嘅名字嘅時候，你必須要企出嚟，將你一生嘅事攤出嚟，喺神喺人嘅面前接受審判。哥林多後書5章10節，因為我們眾人，呢個所指嘅就係已經得救嘅人，都必須在基督的審判台前顯露出來，使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，受到報應。我哋已經得救嘅眾人，係需要去跟耶穌交代嘅。佢畀咗你一生咁多嘅時間、恩賜、恩典，你到底做咗啲咩出嚟？所以我哋所有得救嘅人都要面對審判嘅。若有人用金銀寶石、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，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，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。有火發現，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。所以我哋基督徒死咗之後呢，唔需要再生嘅人燒嗰啲紙錢畀我哋嘅，因為根本就冇用。你諗下，嗰啲嘅紙錢被地上面嘅火都輕易咁樣燒毀，更何況係天上面嘅火呢？天上面嘅火唔單止能夠考驗我哋喺呢個地上面做完嘅一切工程，嗰啲一切冇用嘅虛假嘅虛榮嘅外表、金錢、名譽、面子，全部都燒晒，剩翻落嚟幾多？剩翻幾多就會變成金銀寶石，就係我哋喺天上面享用噶啦。但不過有啲人喺天上面係咩都冇噶。人的工程若被燒了，他就要受虧損，自己卻要得救。雖然得救，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。雖然佢咩都冇，好似一根柴咁樣，但係佢仲係能夠僅僅得救噶，因為佢信咗耶穌。有火出嚟試驗我哋一切手上面所做嘅工，結果一係就得獎賞，一係就雖然得救，但係失去賞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祈唔好以為上到天堂大家都係一樣啊！如果我只係一個話畀你哋知，信耶穌今生會得到啲咩好處嘅傳道人，而冇話過畀你哋知死咗之後要面對審判，喺永恆嘅國度裏邊會得到啲咩獎賞，我就係一個唔負責任嘅傳道人。如果我只係一個喺你死之前1分鐘先拉你信耶穌嘅傳道人，而唔勸你今日就決志信主，把握活着嘅每一日賺取天上財寶嘅傳道人，咁我就係一個淨係鬥咗人工，淨係顧住自己嘅業績嘅傳道人。弟兄姊妹，你預備好未？你預備好自己可以帶啲乜嘢經得起考驗嘅嘢上去？你嘅今生係會決定你永恆嘅榮華㗎。換句說話嚟講，如果你仲未信耶穌嘅，你而家就係要把握機會信耶穌啊！信耶穌其實係你能夠把握當下
趁着還有今天，你唔可以控制自己嘅生命㗎。你唔可以保證你今日眯埋眼瞓覺嘅時候，你聽日仲能唔能夠擘翻大對眼㗎？冇人能夠掌管自己嘅壽命可以去到幾時㗎。趁着還有今日，你去信耶穌啦。而且信耶穌唔係終點啊，信耶穌只不過係一個開始啊。你年紀都咁大啦，都已經咁遲啦，你已經比起嗰啲20歲信耶穌嘅人嚟講，你嘅起跑線已經遲咗好多啦。但係你而家都仲未信耶穌，你都仲未開始，咁你信咗耶穌之後，你仲有幾多年日啊？親愛朋友，點解其他人會咁焦急要你信耶穌啊？你明唔明白啊？總要趁着還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勸，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，心裏就剛硬了。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，就在基督裏有份了。趁住仲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勸，互相推動，一齊喺主裏邊有追求、有成長，一齊忠心喺主嘅事情上面有份。因為你嘅今生係決定你嘅永恆，以及你永恆裏邊嘅榮華噶。你喺天上面點樣過？你能唔能夠拎到冠冕？定還是你只係僅僅得救，咩都冇？準則就係在於你今日點樣過你嘅今生。你有冇好好善用你嘅今生？你今日點樣過，係決定咗你喺永恆裏邊嘅榮華噶。大家千萬唔好以為上到天堂，你同我都係一樣噶。保羅咁樣講過：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。從此以後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，不但賜給我，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。聖經將救恩同冠冕分得好清楚嘅。救恩係白白，係因信稱義嘅。冠冕即係忠心嘅基督徒過咗得勝嘅生活侍奉之後，主所讚賞佢賜俾佢嘅獎賞。有人會問：天堂仲需要冠冕嘅咩？如果天堂冇罪，就唔會有人會 show off 啦，係咪？你錯啦，冠冕唔係為咗要比較邊個比邊個厲害，而係讓到主耶穌公開咁樣肯定嗰個人嘅忠心㗎。你亦都唔好自命清高咁樣講，冇呢啲冠冕都冇所謂，因為連保羅都渴望得到冠冕。連保羅都不甘於同僅僅得救嘅人同等，因為公義嘅冠冕唔單純係一件飾物，而係主耶穌想俾活出公義、忠心到底嘅人，係代表今生嘅忠心，而且同時呢，亦都能夠讓到你喺天上面敬拜神嘅時候，可以拎得出你自己嘅冠冕嚟，成為敬拜神嘅時候獻上嘅榮耀。啟示錄裏邊有講㗎。你諗一諗啊，如果將來喺天上面敬拜，當你敬拜到最 high 嘅時候，企喺前面嗰啲嘅人都可以喺主嘅面前摘下自己嘅冠冕獻上俾神，你卻係乜嘢都拎唔出嚟。你呢個信咗耶穌20年嘅人，到時候同企喺你身邊死之前1分鐘先信耶穌嘅人一樣，咩都拎唔出嚟。你醜唔醜啊？冠冕係代表今生嘅忠心，代表敬拜嘅高峰，亦都同時係同永恆嘅服侍權同埋管理權有關嘅。翻嚟睇翻呢一個比喻，主耶穌對前面2個僕人咁樣講：又良善又忠心嘅僕人，神所要嘅唔係業績，而係忠心。我同侍奉神嘅人講，亦都包括我自己。原來我哋以為我哋係為神去做啲咩侍奉，去做啲咩大計劃，去帶領人信耶穌，甚至去宣教，哇，好勁啊！其實就算你喺廚房洗個碗，只要你有忠心，神讚你嘅會同讚嗰個傳福音嘅人係一模一樣嘅稱讚嘅。因為神所求於管家嘅，要他有忠心。你做得好，你既然喺唔多嘅事情上面忠心，原來對神嚟講，我哋今日所經歷嘅人生匆匆幾十年，無論你做啲咩侍奉，
都只不過係試一試你嘅啫，係表露你到底對神係咪良善忠心嘅啫。你對神嘅心到底係點樣？佢最想要嘅其實只係測試你嘅忠心。如果喺今生短短幾十年，我哋喺唔多嘅事情上面忠心嘅話，我哋就能夠贏得神嘅信任。佢就派我哋將來可以喺佢永恆嘅國度上面管理許多嘅事。所以冠冕同時亦都同永恆嘅服侍權同管理職分有關嘅。咁樣你可能就會即刻講啦，哇，唔好啦啩，死咗之後仲要忙啊，仲要辛苦啊，去到天上面仲要我做？弟兄姊妹，我哋今生本身工作係要汗流滿面先可以得到糊口嘅，因為我哋嘅工作本身就係一個咒詛嚟嘅。但係去到永恆，去到天國，係一個冇痛苦冇眼淚嘅地方，能夠喺天國裏邊服侍神，係一種同神好親密嘅相交，係人生嘅一個最大嘅榮幸嚟㗎。但如果我哋今生唔係一個忠心服侍神嘅人，去到永恆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喪失咗喺永恆裏邊嘅服侍權同埋管理職分。除咗咁之外，聖經仲提到好多唔同嘅冠冕嘅，今日唔一一咁樣講啦。不過我要講另外3種大家都好想要嘅獎賞。啟示錄2章17節，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，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。得勝的，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，並賜他一塊白石，石上寫着新名，除了那領受的以外，沒有人能認識。先講講呢個隱藏嘅嗎哪。隱藏嘅嗎哪意思即係話，你能夠可以喺天國上面同神有唔一般嘅親密關係，你能夠享受佢第一手，即係話頭等嘅供應。白石呢？白石簡單嚟講就係宣告無罪嘅意思，亦即係話你嘅醜事唔需要被公開。弟兄姊妹，人生活咗大半世啦，你總會有一啲醜事，一啲唔見得光嘅嘢，一啲唔想俾你身邊嘅人知道嘅嘢，做咗出嚟㗎。你知唔知道？企喺審判台上，如果你冇呢一塊白石，你咩醜嘢都要被攤開嚟，因為頭先講嘅或善或惡都要受審判。所以呢一塊白石，你想唔想要啊？我第一個舉手。呢一塊白石亦都同時表示你可以進入羔羊嘅婚宴，同基督一同坐席。第3樣，石上寫着新名。喺呢一塊石頭上面，會俾你一個新嘅身份、新嘅地位、新嘅名字。因為呢一塊白石亦都同時代表咗領獎證明，代表咗榮耀嘅身份同地位，永遠都比僅僅得救嘅基督徒高一等。所以點解話除了那領受的以外，沒有人能認識，就係知道嗰一份同神親密嘅關係，係一種神同你之間永遠專屬嘅關係，係有一啲嘅秘密只有你同神知道，唔俾其他人知道嘅。呢個就係得勝者嘅額外獎賞。而我哋嘅今生係決定我哋喺永恆裏邊過成點樣㗎。今生神對每一個人都有託付㗎。一個俾咗相當於82年嘅工資、才能、時間同機會；一個俾咗相等於38年，一個相當於16年工資嘅才能、機會同時間。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恩賜去服侍神，係神係聖靈按照自己嘅意思，將唔同嘅恩賜、唔同嘅能力公平咁樣分俾我哋在座嘅每一個人，係公平啊！神係作公平嘅分配、公平嘅收取。唔係均等分配，如果係均等分配嘅話，應該3個加起嚟除3先至啱。唔係，我哋在座嘅人唔係都擅長同一樣嘅事工。神好公平嘅，佢既然俾咗你唔同嘅興趣、唔同嘅長處，咁樣佢自然呢就會多俾誰就向誰多取，多託誰就向誰多要。呢一個就係神公平嘅原則。神俾得你多嘅，自然對你有多一啲嘅期望；神俾你唔多嘅，自然對你有唔多嘅期望。雖然上面2個所賺嘅錢唔一樣，
但係神對兩個嘅評語都係一樣，又良善又忠心，因為神係公平嘅，佢對你有合理嘅期望。有一啲天生嘅才幹係你天生就有嘅，係你成長背景培育出嚟嘅，而當你運用嘅時候，你會覺得有滿足感，你享受嘅程度係大過你覺得吃力或者壓力嘅。例如啊，有一啲人好鍾意煮飯嘅，有一啲人喺機器上面嘅嘢咧，哇，一睇就明嘅。但係我偏偏兩樣都冇。不過咧，我屋企有幾個細路嚇，由細到大我就係一個補習老師。我又成日代表學校參加朗誦比賽、辯論、寫作比賽，所以咧，大個咗之後，我做過小學老師。要我企出嚟講嘢咧，我係自帶興奮同埋靈感嘅。但係信咗耶穌之後，我用唔用出嚟，用唔用喺教會，用唔用喺侍奉裏邊，係我自己可以決定嘅，係我可以選擇將唔將我自己嘅長處去俾神使用。其實點樣去投資人生，係你自己決定嘅，係自由選擇嘅。你用咗啦，凡係有嘅，咪加俾佢咯，使佢有餘。呢個就講明咗你擅長嘅嘢，你願意用喺神、用喺教會嘅身上，咁神就會讓嗰一啲成為你嘅恩賜。如果你唔用啦，咁凡係冇嘅，就算連佢有啲乜嘢都要拎走。除咗恩賜之外呢，弟兄姊妹，神亦都將年歲畀咗我哋。你有幾多年命，我唔知道；你剩返有幾多，我都唔知道。但係每個人每一日都有24小時啊！你嘅體力、你嘅思想、你嘅活力，其實全部都係神畀我哋嘅，係佢託付畀我哋嘅。你今生嘅健康，其實就係一個大好嘅機會，可以用嚟投資你嘅永恆，為永恆嘅生命積聚多一個財寶嘅大好機會。你話嗰第三個僕人，你話嗰個第三個僕人，佢喺天上面係預定乜都冇嘅咩？唔係噶，如果佢係預定失敗嘅話，神就係一個冇良心嘅老闆。唔係啊，神其實一早，佢老早就已經準備好要將賞賜賜畀我哋嘅上帝啊。神愛嘅心意，其實賞賜一早就已經預備好啦。腓立比書3章13到14節，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竿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其實你一生可以賺得到嘅天上財寶，你喺天上面有幾多基業，有啲乜嘢嘅獎賞，神都已經一早預備好啦。因為早喺神創造你之前，喺基督耶穌裏邊一早就已經預備好你嗰份噶啦。可恨嘅係嗰啲嘅禮物係你自己根本就冇盡最大化咁樣去賺取佢哋。你冇啊，你冇 earn as much as you can， 因為你已經浪費咗唔少嘅年日啦。神既然畀咗我哋天分才能，畀咗我哋年日，就係要睇下我哋點樣運用我哋嘅今生，去最大化咁樣利益我哋嘅永生。呢一個係佢從上面召我哋去得嘅獎賞，係出自佢對我哋嘅信任同鼓勵。佢嘅心腸係何等寶貝我哋，所以善用今生侍奉嘅動機，唔係因為怕懲罰，唔係因為驚，唔係因為冇人做我去做，唔係為咗證明自己能夠好好咁樣服侍神，係因為回應神嘅愛。神嘅愛先至係我哋服侍嘅唯一推動力。我侍奉咗20年，主如果願意再畀我20年，我仲仍然係會傾盡全力咁樣去侍奉，盡全力咁樣去投資我屬天嘅事業，因為我知道生命唔係必然嘅，呢個世界有太多可能性。我哋成日聚會完咗之後都會講話，下個禮拜見，下個禮拜見。但係我哋人啊，其實冇人能夠掌握自己嘅明天嘅，係咪啊？更何況係下一個禮拜，你能夠活着嘅每一日，其實都係恩典，
都係神對你今生喺呢個地上面嘅寬容，都係神對你將來審判嘅寬容啊！人生到咗中年，我嘅人生都過咗一大半啦。如果有人問我呢個世界上最勁嘅教練係邊一個？有人即刻會諗到郎平，佢被譽為中國排球裏邊最傳奇嘅教練。一個好嘅教練唔止係自己犀利，而係佢知道點樣可以幫平凡嘅球員去提升佢哋嘅強項，減輕佢哋嘅弱項同錯處，培育佢哋成為冠軍。但係即使最偉大嘅教練，亦都只能夠教人哋技術、體能同心理上面嘅嘢。唯有耶穌唔單止訓練我哋，而係改變我哋嘅生命。佢唔單止將普通嘅人變成冠軍，將罪人變成天國嘅子民，將軟弱嘅變成剛強。喺呢個世界，只有主耶穌，只有佢認識得你通通透透，只有佢知道你所有嘅過去，知道你有幾衰，但係佢仍然無條件咁樣接納你、鼓勵你、安慰、引導你，仲提前咁樣話俾你知，你勇往直前啦！你將來會得到啲乜嘢㗎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唯有耶和華能夠徹底改變人嘅性格、今生嘅命運同埋永恆嘅地位。我好希望我哋每一個走到年歲嘅盡頭嘅時候，企喺嗰個審判台前，都可以聽到耶穌同你講：你係我良善又忠心嘅僕人。你喺唔多嘅事情上面忠心，你做得好啊！我要派你管理許多嘅事，進來享受你主人嘅快樂吧。弟兄姊妹，我好希望我哋大家都能夠一齊得到呢一個評語。我哋一齊嚟祈禱。親愛主，從前我哋係死喺過犯罪惡裏邊，日日夜夜喺罪裏邊打滾。係你召我哋出黑暗，入奇異光明。如果我哋今生不務正業，庸庸碌碌，平平淡淡，只係做一個僅僅得救嘅基督徒，我哋其實係愧對於你嘅。我哋唔知道我哋仲有幾多年壽命，但我哋有幾多，你知道嘅。我哋係啲咩料，你都知嘅。我哋到底有幾多斤兩？我哋而家嘅體能，我哋嘅健康，我哋嘅時間剩返嘅，你都知道嘅。但係剩返嘅，我哋都願意畀你。主啊，我希望我哋嘅基督徒唔係一個僅僅得救嘅基督徒而已。主啊，我好希望我哋唔係一個僅僅得救嘅基督徒而已。而係大家都能夠有警覺性，有追求進步嘅心，投資我哋剩返落嚟嘅時間，最大化咁樣換取將來天上面嘅財富。求你讓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生命都能夠改變，讓我哋身邊嘅人都能夠得着福音，得着真神，幫助我哋弟兄姊妹有服侍嘅弟兄姊妹，使我哋能夠開展服侍事工，唔單止係做，而且係要做得有深度、有力量嘅。求你讓到我哋獻上我哋自己，警醒我哋自己，操練我哋自己。求你使用我哋，聽我哋祈禱，奉耶穌基督嘅聖名，阿門。主，我是一个
心乐意献给你，一生一世永属你。我的生命每个气息，全是你所赐予，财富能力血汗热情，理当献上归你，理当献上归你。主，我是一个活祭，我不再属于自己，甘心乐意献给你，一生一世永属你。我的生命每个气息，全是你所赐予，财富能力血汗热情，理当献上归你。用我从天降下火，愿你悦纳献上的所有。从天降下火，愿你悦纳献上的所有。主，我是一个活祭，我不再属于自己，甘心